我好感謝香港手語聖經翻譯協會 Albert Lane 同埋 Jenny Lam 邀請我去觀賞《耶穌行傳》Jesus 呢套手語大電影喺香港嘅首映。我未睇之前都十分期待，最主要有兩個元素。第一個元素就係手語，呢個係聾人嘅獨特嘅文化。第二呢，耶穌，呢個係基督信仰嘅核心。事實上咧，我喺2008至到2014年做康復專員嘅時間咧，推廣手語係我其中一項最具挑戰性，但係亦都最有滿足感嘅一項工作。當時咧，我喺康復諮詢委員會轄下咧成立咗一個工作小組，邀請所有嘅聾人團體以及服務聾人嘅社福機構一同嘅參加，亦都喺大家同心協力之下咧，就成功將手語課程係成為一個資歷認可嘅課程，亦都編撰咗一個手語嘅資料庫，以及推出電視系列手語隨想曲，以及一系列嘅係手語推廣嘅公眾教育活動。事實上咧，點解我會當時去推出呢個推廣手語嘅一系列嘅行動呢？事實上我都受到呢係聾人朋友佢哋對推廣手語嗰個熱誠同埋堅持係深深被感動嘅。而另一方面，當然我自己係基督徒，我一直都對呢點樣可以將福音係去帶俾聽覺有障礙嘅聾人，用一個比更有感染力、更加整全嘅方式，係將福音帶俾佢哋。咁事實上，我睇到《耶穌行傳》Jesus 呢條電影咧，佢唔單止係由從監製、導演、演出、編劇都係用聾人去做，而且整個製作咧都係非常具嘅專業水平嘅。咁所以咧，當你睇到個電影嘅時間咧，你會睇到咧，無論你係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無論你係聾人或者係健聽嘅，你都唔會有障礙，而且會對你嚟講一定係好有感染力。咁所以我推薦大家咧，係唔單止你自己觀賞，亦都帶同你嘅朋友，唔單止係聾人，亦都包括健聽嘅，唔單止係基督徒，亦都係非基督徒，一同去觀賞呢類電影。我相信一定唔會令你失望，而且一定會令你感動。